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9月2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8篇第1节到第4节、12节到16节。以赛亚书48章17节到21节。雅各书第4章11节到16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批判。伫英语 judge 会当翻译做法官、审判、判断、评断。摩西伫咧做埃及王子的时阵，伊出去巡视，以色列人被要求做建设的工地，看见着埃及人欺负着希伯来人。伊内心所认同的希伯来，摩西就出手来救希伯来人，然后出手杀死埃及的兵丁。加工，伊阁看到2个希伯来人咧相拍，然后伊就劝勉因，但是其中一个人却质问伊讲：什么人设立你做阮的领袖甲阮的判官？希伯来人无想到的时阵，真正是上帝。上帝后来就差遣摩西转来到伫埃及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摩西就是上帝所设立要互因的领导者。不但安尼，上帝又阁差遣摩西制定了10个诫所有的诫命，并且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咱所知影的，以色列人有任何的问题，拢着爱来找摩西来判断。也因为安尼，所以的长人叶忒罗就建议摩西设立一个好的管理法。圣经的记载，隔日摩西坐地处理人民的案件，人民规日徛伫摩西的边仔。摩西的长人看到伊对人民安尼做，就讲：你若安尼对待人民，若会家己坐地处理，互人民伫你的边仔徛规日。摩西对伊的长人讲：这是因为人民来我遮求问上帝，因有案件来我遮，我就甲因判断，佮互因知上帝的规例甲律法。摩西长人就甲伊讲：你安尼做毋好，你甲你的人民拢会真忝。这个工作真伤重，你家己做袂记，但你着听我的话。我甲你建议，愿上帝甲你同在。你着代表人民到上帝面前，将案件请问上帝，佮着将规例甲律法教示因，指示因所着行的道路。着做的事，不过你嘛着对人民的中间敬有才能、敬畏上帝、忠实可靠、怨愤不移的才人，设立因做官长，有的管1000人，有的管100人，有的管50人，有的管10人。互因随时裁决人民的案件，小案件因家己裁决，大案件才送来你遮。安尼因就会当甲你分担，你的分担就会较轻。你若安尼做，事实上上帝嘛安尼来吩咐你，你就会自在会掉。
遮个人民嘛会当安心倒转去因兜。摩西听到了后，就照着人的话去做。摩西对以色列人的中间竟有才能的设立因做官长，有的管1000人，有的管100人，有的管50人，有的管10人。因随时裁决人民的案件，小的案件因家己裁决，困难的才送去摩西遐。后来摩西送伊的丈人出发，叶忒罗就倒转去伊的本所在。做领导者、做判断者，并不是基督信仰教导基督徒追求的目标。亚当夏娃追求的目标，就是迄个判断是非的能力，结果就被上帝来赶逐出上帝的爱殿园。虽然耶稣基督捌甲门徒讲过，讲因将来要甲伊伫遐来审判世界，但是咱爱会记得，这个权柄是耶稣基督，是上帝所赏赐的，毋是门徒亚当夏娃家己会当去争取的。基督徒要做甚物，才会当下伫上帝的旨意甲标准呢？以赛亚书第48章17节到21节安尼讲：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恁的救赎主安尼讲：我是上主恁的上帝，我假使恁是为着恁好，我带恁行应该行的路。我若安尼来期待恁听我的命令，若有听，恁的平安就会若河流，恁的公义就会若海涌，恁的后代会亲像海沙，恁的子孙亲像沙较济。我袂互因的命受到剪断灭绝，就对巴比伦出来脱离加勒底人，就欢喜出声，大声宣布，将消息传到天边海角，讲上主已经救赎伊的仆人以色列。上主带因经过旷野，因拢无喙焦，伊互水对石盘冲出来，伊互石盘裂开，互水溢出来。是上帝家己正做以色列人所需要的决策者、判断者，也因此基督徒需要非常的注意，无应该家己去正做，也是追求做判断者、审判者、论断者，除非是上帝呼召咱。雅各书第4章11节到16节，安尼甲咱提醒，兄弟姊妹，毋通互相讲歹话，讲兄弟姊妹的歹话，判断兄弟也是姊妹，就是讲法律的歹话，判断律法。你若批判律法，就毋是律法遵守者，是律法的批判者。律法的制定者甲审判者只有一位，伊会拯救，嘛会毁坏。你是啥人，敢批判你的厝边？所以，咱对雅各所讲的非常清楚，会通知。伊讲只有一位，只有一位审判者，伊会拯救，伊会毁灭，伊会判断。人无应该批判咱的厝边，毋但呢，雅各也搁提醒初代基督徒，着爱谦卑，毋通夸口。夸口嘛是一种判断的做法。恁着听我讲，有人讲今仔日是明仔日，明仔载我毋要去某一个城，
过过一年要做生意趁大钱，恁连明仔载性命会变安怎都拢毋知，恁哪会茫无出现一些句连米就想无？恁应该安尼讲，主若愿意，阮就会活。通做即项，会通做迄项。因现在敢骄傲自大，即款的骄傲，拢是邪恶。所以人着知影做好事，无去做就是犯罪。基督徒应该爱谦卑啦吼，无应该骄傲，无应该家己看家己伤悬，因为骄傲就是邪恶的。就算是有真大的功劳，嘛毋免安尼自我感觉真骄傲，但都爱搁较谦卑来伫主的面头前，因为骄傲带来背叛，嘛带来无和平。基督徒应该爱谦卑伫主的面前，互上帝的旨意伫咱的面头前得到成就。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，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，规日哪念哪想。你的诫命不是伫我的身边，我比我的对敌较有智慧，我比我拢总的先生较通达，因为我哪念哪想你的教示。我比老人较有智慧，因为我遵守你的律例。我禁止我的脚行一切的歹路，互我通遵行你的话。我不偏离你的规例，因为你有教示我。你的话伫我的喙内，比蜜搁较甜。我对你的律例得到智慧，所以我怨恨一切邪恶的路。求主帮助阮学习谦卑，愿意将主权交予上帝，领受上帝的救恩甲护照，用性命来跟对主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